讲道，即是听李胜华传道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真力做主的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幸好有这个机会代表咱中会大专事工部来到大家中间，来甲大家做伙请安讲道，相时也甲大家做伙敬拜。伫过去的一年，真感谢各位伫关心大岛奉献顶面，真做大专事工部真好的关心甲祝福，互因伫逐项事工的顶面拢无欠退。也因为恁的听，互因体验到什么叫做信道相通，就若亲像咱咧做信中个别，使到圣经共款，阮是信道相通，做下面。感谢上帝的恩典，互恁教业伫逐项的付出顶面。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当阮来到你的圣殿，做伙组织来敬拜你，阮的心就充满欢喜，充满感谢。因为阮看起兄弟姊妹和睦徛起，同心敬拜是偌尔啊水。阮也真知主，你即时就临在伫阮的中间，因为你的话有应允阮讲，无论什么所在，有两三人奉我的名组织，阮会伫因中间。主啊，答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心帮助阮，互囡仔枵、喙焦、听无记的人，伫你的话通得着饱。也恳求圣神保卫师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有法中的奥妙，开阮的耳孔，通听见你亲你的声，也使落阮谦卑的心，将你的话栽进伫阮的心里。主啊，求你听阮恳求的声。也互讲听的白白得到利益，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伫最近伫电视或者是伫网络顶面，咱拢会当看见到宜兰罗东的圣母医院，为着因要去老人大楼所拍的广告或者是电影，为着爱要来照顾咱台湾社会愈来愈多的老大人。伫即个广告内面，咱会当看到一群来自意大利的神父、修士，因是安怎将因的性命奉献予台湾即个都市。虽讲伫服侍过程的内面，有的人来到台湾已经30年、40-50年的时间，总是因是真安静，而且默默无闻，亲像无名的人同款，尽力做上帝所交托予因的使命。总是因的性命若亲像一粒马落伫土里来死，互人因为因即款待落去的性命来得到祝福甲帮助。即个当年伫罗东圣母病院服务的马文光修士，真侪人拢想要推荐伊去争取医疗贡献奖。咱知影，咱教会可能有人伫中医咧服务，医疗贡献奖对伫一个医护人员来讲是偌尔大的光荣。总是对伫即个马修士，伊拢真客气人讲，我只不过是做上帝爱我做上普通的事，上介平凡的事。这位修士伊一生会当讲，拢是伫罗东这个所在来经过。伫到5年前，伊因为闹中风患病，所以才停止照顾病患的工作。但伊也永远留伫台湾。伊将伊来种，伊一生待伫台湾，甚至伊死了后，也种伫台湾的天主教公墓内面，互上帝听，继续不断延续伫即片土地。当然，咱台湾长老教会掀开咱的教会历史来看，也有真侪的外国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将伊一生上介精彩的生命阶段来奉献予台湾即片土地。亲像甲咱中华非常有关系的蓝大卫、蓝大必，因医师爸仔囝同款。毋过到底是甚物款的动力？医治因、支持因，就算讲是遐尔偏僻、遐尔遥远的土地，因也是要继续来做主的工。甚至当因拄着困难的时，还阁坚持要行这条献身的路。常时也是将家己带落去的路，也毋是就是为着主的缘故，
所以因即群无论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士，或者是基督教教会的宣教师，因拢愿意对唔同的国家来到即个土地进行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等这个宣教事工。换话来讲，即群人因服侍基础是定根伫基督耶稣身上，所以因才有搁较拍拼，继续努力向头前行的动力。这也是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重点。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信徒，只有甲因讲一件事，就是爱因尽力做主的工，而且甲因讲，这毋是空空着无的。因为这内面的基础是起造伫国外基督顶面。咱今仔日只有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就是你若是看规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你就会当看见着讲，规个《哥林多前书》15章拢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爱要甲因讲明强调耶稣基督是一位国外的主，而且来论到信徒的国外。对经文中咱会当看见着，当时哥林多教会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开始产生谣疑，怀疑讲基督到底有国外无？也有人谣传讲根本就无有人对死人中国外，所以恁所信的是空空，所以国外的基督是假的。总是保罗用做人来看见着迄位对死国外的主耶稣来反对即款的讲法。也提到讲，若是咱所信的基督，伊无对死国外，就咱所信的是空空，咱基督徒真可怜。咱拢在讲永远的活命，今生的毋茫，若无基督的国外，就咱真可怜。咱所信的到底是啥物？毋通呢，搁进一步讲，有一天咱才会休烂的，要变成做袂休烂；遐会败坏的，要成做袂败坏的。要死，要变做袂死，就迄时死亡袂当搁成做咱行行，也袂当搁来威胁咱。所以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国外。哥林多教会信徒因为即款的劝勉，所以因无搁惊，也无搁受摇带，甚至因为因所做的一切事工，也真清楚知影，即个根基是起造伫国外的基督顶面。伊已经赢过拢总权势，尤其是死亡。所以保罗劝勉因，就要继续拍拼来做主的工，因为清在国外的基督是服侍的基础，所以毋管怎辛苦，但犹原爱要坚持做落去。就那亲像保罗伊生命中所捌经过迄款。保罗真实会当讲是一位对伫教会，甚至是规个教会历史来看，带着非常强大影响力的使徒。有的学者认为讲，基督教之所以会当讲传出去，功劳上大就是保罗。而且也有学者认为讲，伊传讲伊生命中所捌经过迄个信仰的基督，甲实际上历史的耶稣的迄个影响力是搁较大的。保罗医生上解互人知的就是迄段伫大马士的路里心地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互伊对过去真严苛来分着基督徒的人，转变成做另外一个真热心拍拼宣扬耶稣基督的使徒。对伫即款生命的改变，伊伫15章第10节，咱手头圣经的人总要掀开来看。伊讲了非常清楚，伊讲总是我担正做即顶号的人，是对上帝阮才有的，是伊所收赐我的空，是伊所收赐我的恩，毋是空空的。若是我比因这人搁较着我，其实毋是我伫做，是上帝恩甲我三个伫咧。学来讲，若毋是上帝恩在甲伊做伙同工，就伊家己无法度做啥物，是因为上帝恩才有的。所以真清楚知影讲，当我做领袖的，只不过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伊安怎看伊的服侍，伊讲兄弟啊，我无掠家己一定得着，我还袂得着，我只有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按头前所查的着来偷走，第二头前的事，
按所查标来跑走，直到得到上帝对耶稣基督对顶灵所吊咱手。虽讲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中，捌经验到侪侪苦难甲困迫，毋管是受逼迫、着交甲，伫海中拄着危险，性命险到要死，总是伊犹原着做主的工，做伊一生上界重要的责任。对伫伊传福音的事工，保罗先生伊家己告别，伊告别讲：我传福音无啥物好夸口，是不得已的物件。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毋知了。意思是讲，毋是伊是受人勉强，是因为我知影讲这是对上帝来互我的使命，我当互上帝抓着，所以我不得不爱去做。我有即款的使命。我有即款的责任爱去做，因为现在这是上帝所交托伊的事工，所以就无论得时不得时，拢爱去传。现在伊所做的是为着主的缘故，伊就掠遮的软弱、欠缺、困着、困迫做欢喜。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看见着什么是支持保罗先生前当做主的工上大的动力？基督的基础就是起做伫耶稣的顶面，那这个耶稣是迄位对死搁活的主基督，所以伊所信的是大权力的主，上时也是连死亡的磐石拢袂当赢过伊的主。因为安尼，这诚做彼得劝勉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重点，也互咱对遮开始来做一个信仰的反省甲思考，要甲咱挑战，要甲咱问讲，现今咱所做一切事工，是起做伫什么款的基础顶？你家己信仰基础，教会推动的事工是起做伫什么款基础顶？是看人数会增加减少，还是事工大？活动会多是少。若是咱所做的服侍是起做伫遮个顶面，当然咱拄着困难挑战，咱会受伤，咱会流目屎，咱会放弃。总是通过彼得、保罗的劝勉，帮助咱将服侍的中心、事工的推行、参与的心情，重新搁调整到起做伫耶稣身上，就是迄位搁活的基督。各位兄弟姊妹，搁活的基督所展现的是上帝的权力，所带来的是迄个突破困境的能力。2000多年前，卑微圣囝主耶稣伊诞生伫马槽，伊的诞生看起来真普通，而且困伫马槽，无人来接待。总是因为伊的出世，互当时的君王希律王感觉着惊吓。少年时代，耶稣伊伫圣殿内面的应答，当时的经学师感觉着狂野，这个人是对倒位来？伊的财目对倒位来？成年以后，耶稣出来传道，伊的心性是连风甲影拢会听伊的话。就是到伫生命的最后，伊的受难，也互原本看做是见笑的实日价，转变成做重要记号。搁我的事实，也搁较显明，人的所做袂当将伊杀死，分亡袂当甲伊拘禁，甚至连死亡拢袂当赢过伊。这也就是每一年咱在庆祝国活节的意义，敢毋是？天主教教会称耶稣的国活做跋过的奥妙，愉悦的奥迹。确实，耶稣的国活是一个通过死亡，搁一遍来得到生命的重新开始。所以，伫梵蒂冈第2遍大公会以后的罗马年历，伊安尼来描写关系着耶稣的国活。伊讲，耶稣基督牺牲伊的性命，战胜死亡，搁用国活来收拾世间。新的活命，
这就是跋过的奥妙。因为即款的奥妙，基督拯救世间人，搁归荣光予上帝。通过国外的耶稣，咱毋难看见着伊赢过迄个世间人上界惊赢，赢过迄个世间人上界惊赢的死亡，也带互人突破困境的困难甲毋茫。这也变成做咱咧面对信仰的追求、事工的服侍、生命成长上大的动力。虽讲有时，咱伫服侍过程的内面会拄着问题、困难、挑战，直到咱心失望、伤心、流目屎。总是因为咱知服侍基础是迄位连死亡拢已经赢过的国外基督。就咱阁有困难，甲毋茫阁继续落去。伫毕业进前，我阁伫新学院受助这位时，有一位咱学校的老师，伊捌安尼甲咱分享过。伊讲伊毕业抽签以后，伊派到伫后山华联的所在，伫遐去服侍。因为伫后山华联的所在较无人去嘛，所以当地有足侪天主教教会。因就有机会通甲即群神父、修士来做伙同工，也做伙办活动。因为安尼，因比一般的人较有机会去甲遮的人接触。有一遍，当即位牧师受邀请去到因当地神父所天主教教会所开办的一个中重度残障教养院的时阵，伊看见着即群的神父。修女因诚用心咧照顾遮个囡仔。当伊看到即个画面的时阵，伊开始咧想一个问题：伊咧想，到底是甚物款的困难，互因甘愿一遍搁一遍来教导因，一年搁一年来陪看，才会你马上感觉因着随着一日的囡仔。对即位牧师来讲，伊感觉讲。咱做人时代，做人父母的，咧照顾囡仔、教示囡仔，其实有一部分拢有一个期待。迄个期待是啥物？莫讲，咱即摆社会莫讲，期待长大以后有一天伊会甲伊回报，就是期待你咧甲伊教的时阵，有一日伊会对你教有所反应嘛。你咧甲伊食饭，有一天伊会甲伊食饭，也毋是。总是对伫遮的囡仔。对伫遮个中重度智能障碍囡仔来讲，你到10年、20年，教因安怎摕汤匙食饭，伊也是袂晓。甚至有可能你陪伴因30年的时间，伊还阁毋知影你是啥物人。面对即群愿意将家己带伫遐的神父、修女，我即个老师会甲你想，到底是啥物款的困难？在支持因，搁互因继续落去。总是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恁着知，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这毋是讲为厝做工会得到甚款的报酬，乃是凊彩服侍基础是在伫国外的基督。所以，就算讲爱逐工面对同款的问题，你爱甲10遍、20遍、100遍同款的问题，你逐遍服侍时，拢是拄着同款挑战，总也是欢喜并欢喜甘愿心去做，就亲像即群伫后山要服务的神父、修女因同款。无话来讲，虽讲咱生活的环境困难还阁伫咧。毋过，因为主迄个大权力、大能力伫咱的身上，就无论安怎艰苦，也愿意爱要行即条服侍的路、献身的路，相信也是时间的路。今日是大专施工部的纪念主日，新华真欢喜有即个机会，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我是读新学院7年级。台南城医毕业，所以7年的时间伫新学院，无有比遐一般的大学生有机会来参与伫校园团体生活中。虽讲现今的做团队总是
我所分派的部是教育部，也无有直接的关系来参与伫大专事工的复赛顶面。总是我真感谢主，互我伫准备这篇讲道时，有机会甲教会内面的一位久长参与伫大专活动的大学生在分享。伫甲伊做伙分享的过程中，真正互我感受到讲，做一个大专工作者确实无简单。因一个人毋但爱去走足侪学校来传传课，而且应该不断来突破、更新、甲改变。伊拢爱去创新受足侪新的方法来面对一批搁一批无共款的学生囡仔。所以要真做一个大家的工作者，毋但爱有热情，搁较爱不断来突破、改变家己。所以伫甲即个亲人分享的过程中，我看见到大专的工作者，因嘛拄着复赛顶面的挑战甲困难，就亲像咱在推动教会事工，甚至是咱个人的性命同款。遮个大专工作者拄则有讲起，因所面临的是学生囡仔不断在变化，今年带即份，明年可能阁无共款，所以因时不时就爱用找新的方法来带，而且面对着一直不断的复赛，有的时阵体力真正是胃口一，也有时因也会找无着同工甲因做伙筹备活动等啥的，若是咱，有时咱伫教会中复赛会拄着人的阻挡，甚至是感觉着我已经无开力，我已经无开力搁继续做即项事工，或者是讲参与伫一个复赛久的时间，还阁是看无迄个果效伫倒位。对咱个人来讲，有时咱生活环境、人的声音、自我的否定感，拢互咱感觉着灰心丧志，拢互咱感觉着讲我无法度搁继续。即个事工咱规放弃好啊，咱无莫搁继续来做。这是通过保罗先生的劝勉，咱清楚知影一个事实：国外的基督要诚做咱的鼓励。当咱将咱复赛基础定根伫国外的基督顶面的时，咱就会当知影讲，连迄个死拢袂当赢过基督，伊的能力伫咱的身上。就咱敢有啥物代志是咱无法度做会到的呢？另外一个思考是，咱凡事拢通做会到，咱凡事拢通做会到。伊会帮助咱赢过种种的困难挑战，也要刺激咱所有的目屎，重新搁互咱新的愿望，互咱搁继续。这拜三。2月29号，毋是一年4年才一遍的29号，是拄啊好教会节期中要开始进入耶稣受难的大斋节期、大斋节期的头一日，就是到伫国外节有40天的时间，通来明白咱的心的牙子耶稣的受难甲国外，就着真清楚知影讲，这个国外的基督对你、对我。对咱信仰性命的意义到底是啥物？通互咱这段期间内面来安静，用严肃的心来陪伴你家己。有可能你过去受难周对你来讲就是迄礼拜的代志，总是若是用教会节期来看时，其实伊用40天的时间来陪伴咱甲耶稣行这条受苦道路。过去咱可能无清楚，这个国外的基督甲我到底是甚物款的关系？伊只不过是一个时机用灯，伊只不过是一个咱所讲主力听到信息物件。总是当你清楚也经验到，迄个国外的基督，伊的开力要伫你的生命中来带来一个突破、会更新甲改变的时阵，我相信你用这款的心情，在期待、在准备、在陪伴。来过这个受难周的时，你会无共款，就互咱对
2月9号开始，逐工一段时间来面谈讲，主啊，我要重新来庆祝名字伫我的开力，伫我的内面。最后，伫今仔日讲道内面所引用的另外一段经文，《罗马书15章第30节到33节，是保罗先生对伫一群开下去伫罗马地区教会信徒所做请求。这项事也是传道伫遮要邀请大家做伙同工参与的事工。伫罗马书15章第30节，保罗先生讲。兄弟啊，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也对信心的疼，劝你甲我同进来，替我祈求上帝。实际上，保罗毋是真会晓劝勉信徒讲，啊，你着爱进来做主的工，这才是服侍。毋是只有看去着同工在忝的时阵，阁一直安尼甲人劝勉。另外一个部分，保罗也会放下伊家己。来到兄弟姊妹中间，寻求因的帮助，要求望这个兄弟姊妹通甲伊做伙同工。而且咱看见着保罗先生为着咱做一个好的典范，一个好的牧者，一个好的同工，毋是只会晓要求同工你着爱做这，你着爱做迄。一个好的牧者，上时嘛是会晓去找求。兄弟姊妹的帮助，谦卑的态度来邀请因做伙祈祷内面，甲牧者同工做伙参与伫事工的内面。坦白讲，保罗是专门咧传福音，互人的使徒。总是伊搁较清楚知影，伊只不过是受上帝拣选的奴仆，所以伊搁较需要兄弟姊妹来倒来加做伊的帮助。同款，今仔日我也伫遮邀请在座的各位，用恁的祈祷来加做教会牧者、传道、同工以及每一个代转工作者的帮助，互恁的祈祷来加做因的祝福。有的人可能会想讲，啊，我毋知我会当为教会做啥物，啊，我毋知影即个代转事工部，我会当为付出偌济，诚是有个人会想讲，啊，我的奉献拢诚少，无啥物，总是至少有一项事，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做甲到，迄就是祈祷内面，甲牧者、同工以及每一个代转工作者做伙参与伫服侍内面，互咱伫彼此代祷内面诚做一体。也互咱伫祈祷内面参与伫上帝国度事奉的内面。伫牧会1年半内面，我真正亲身来体会也感受到，教会牧者甲每一个同工上较需要的，就是各位遮伫祈祷内面，诚做教会团契干部。以及所有代转工作者、伫守望者，各位兄弟，但咱真清楚知影讲，咱所做的事工的基础是起造伫迄位国活的基督顶面的时，就算咱阁会拄着困难，咱阁会拄着流目屎、受伤的时，就咱也会因为迄位国活的基督所带来快乐，互咱重新阁开始。另外一方面，伫服侍过程中，咱拢毋是一个人，因为伫互相带祷内面，咱要做伙同工，也要做伙经验到伫主内面彼此的结连，愿主的疼时刻伫咱内面，互咱诚做一体，互咱同心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你疼阮世间人。到安尼，你将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受主互阮，伊本有上帝的形象，总是伊却愿意处人的优秀，顺服上帝你的旨意，谦卑，甚至是死伫十架顶，
为着救赎，阮人的罪，阮献上感谢。主耶稣，阮也感谢你，你的疼，毋若只是显明伫神价顶，你所带的快乐甲能力，也伫国外的内面，互阮看见着，阮通赢过阮所面临的挑战甲困难。主啊，虽讲有时阮会拄着艰难困苦的事，总是遮会袂当诚做阮的主动，总是遮会袂当诚做阮放弃的理由。反倒倒，阮要凊彩，主你要担当阮一切的看路，你要守护平安的神伫阮的内面，你要互阮经验到你是有位大权能的主，你的能力伫阮的心就阮通过来尽力做主你的工。主啊，愿你来帮助阮，阮也为着永福教会因过去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因为因伫逐顶好事来诚做，佮教会来诚做即个社区有帮赞、佮祝福。主啊，阮献上感谢，愿上帝你的心来丰盛教养因一切所需要的，互因逐款的事工团体发展，甚至是因即马爬楼的进修，拢通得到上帝你的顾守。主啊，愿上帝你的心甲阮每一个人三个伫地，互阮通对你来领受，也有通新的快乐面对阮新的每一天。愿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